这个 YouTube 的 link 是不是怪怪？我看嘛 ，Go to link， 有，我看嘛，嘿嘿，一个会 lag， 嘿嘿，好，拍谁，我要不开始就读摕一下水。马文三年恁好哈，我知影恁可能无方便，袂要紧。人生哦，最近我空气实在足无用，压力足大吼。对，足心善人安尼退休的一句好过。好啦，来读日咱野城日志，1657年10月8号礼拜一。1657年10月8号礼拜一，透南风，凉爽舒适的天气，阮社批答复政务员Renius进前寄来歌批，讲爱严格命令搬去塔里木社的迄四五家离林的人，必须要搬转去低落山去住吼。伊应令迄寡低落山的长老早一点通知伊即个代志，以便及时避免此事发生。伊应令是讲，伊应该命令吼，应该是即个意思啦吼。毋是，伊应该互迄寡低落山的长老较早一点来通知伊即个代志，以便及时避免此事发生。为着将来要阻止的地教原住民轻视基督教教育的即种无经过允准的任意的搬厝吼。我咧看为虾米安尼叫做轻视基督教教育吼？伊必须要公布禁令，禁止如此来搬厝。若是有违背此令者，爱用武力将因带转来吼，并且大力来鞭拍迄个家长。就是你乌白搬厝，就是轻视基督教教育啦吼。可能伊意思是讲，你若搬甲学校算甲你顾，要甲恁监视袂着安尼啦。好，第二段，又搁阮认为讲，像学校教师库雷塔尔的代志，那什么代志吼？Renius 必须要等到有人提出控诉，才需要上来审办。若是低落山的人所要求，互因搁再举行一道的围蜡吼，围攻啦吼，围起来拍蜡的这个代志吼。现在允准因
因为根据因所讲，顶一厝的卫生受到小人社甲麻豆社的人的影响，而无所收拾。伫迄寡原住民中间，对因的土地或者是腊场的界址的纠纷已经发生侪摆。Lanius 要去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解决即个问题。阮也写批互土地测量师 Philip May， 甲伊讲，因为爱发白测的即个11岁的时间已经逼近，伊必须甲迄寡正式的田地及时测量好，特别是迄寡伫家人的田地，爱好好去测量。因为阮听讲，我伫家人是伫倒位，我又阁袂记哩啊。我查一下吼，伫家人，我记个 Google Map 就查得到。伫台南市，台南啦吼，郊区吼。8号国道、8号高速公路有经过即只吼，过8号高速公路边啊，即只敢若叫做安定的款，安定区啊吼。伫家人伫六道寮即边吼，安定区的南边吼，安定区伫个高速公路的北边，啊伊个伫家人敢若是南边遮吼。即只是叫啥物所在啊？中仑工业区。中仑工业区，中仑工业区遮啦。无看地名，佮伫家人有看六道寮啦吼。安定，好，转来日市遮。特别是迄寡伫家人的田地，爱好好去测量，因为阮听讲迄寡有一寡新仔人伫因的区域之外，遥远原住民秘密来买真侪土地，用来道路应该尊贵的公司交纳的11色吼，走色啦吼，倒色啦。牧师 Cliff 和 Leonardus 阁下以可敬的教会议会代表来处地，要来听取巴达米亚总督府今年予阮的来批中，关系到要伫个小人社为全佛罗摩萨的青年创办一座学院的阮的意见。哦，你看哦，一个真好的即个建设吼，要来听取巴达米亚总督府今年予阮的来批中，关系到要伫个小人社为着全佛罗摩萨的青年创办一座学院的阮的意见吼。因打算要伫个小人社创办一座学院啦吼，青年咯吼。算因伫遮已经办教育已经办30几年啊吼，其实已经培养出一代毋若一代吼，可能2代、3代吼，的即个青年嘛吼。正想要创办一座学院吼。阮答复因讲，此事已经批准，并且甲因讲，现在开始，即个将新创办的学院应该先伫个纸上来设计啦吼，爱先画设计图吼。哦，你看，本来要起一间学院呢，就是意思要办大学啊吼，并且伫个教会议会呢，决议要伫何处建造较是适当吼，毋是只干那要看现在适当的地点，阁要看对将来适当的地点吼，考虑到将来吼，也要考虑到将来伫个该学院受教育的人数会有偌济。爱如何安排，才会当互因有良好的教育？爱由啥物人啦吼，先来主持即个学院，诸如此类吼，将来会当互一切就绪的准备，
将来当互一切就绪的准备工作，拢会当甲设想计划甲周到吼。然后才来佛罗摩萨议会做正决议送定巴达比亚总督府，听候明年因的批准，然后才会当来进行即个工程。哇！今仔日我才知影即个消息吼，荷兰人吼拍算要伫咧台湾办一间大学啦吼。咱讲大学啦，其实是学院啦，一个学院尔吼，但是就是成人教育嘛吼。哇！这各位毋知捌想会到，我真正无想到啦。当然，荷兰人过两三年就爱离开啊吼，5、7年嘛吼，6年就走啊嘛吼。佮稍微佮5、4当然6年进前佮为啥为10个月吼，所以其实留1年就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佮3、4年吼，但是这空。伊讲明年要甲即个 proposal 即个计划要送议会决议呢。好，咱再看进度安怎吼。阮将会发布禁令，禁止房仔的制作者、社区的制造者、铸造者，是毋是头做著作？就读做主啦吼，因为著作者我读变调吼。讲禁止房仔制作者、社区的著作者和其他制作并且贩卖多样型的人，就是卖一寡什么笑啦、房仔啦吼，这有诶无吼，容器啦吼。讲禁止即寡人和其他伫做其他物件，即个多样型物件的人来出卖房仔、笑、牛器等等的多样型，除非即寡多样型事先经由多样型检验师检验合格，有违处理者，每次将罚款3里尔。若是对今仔日的决议录会当详细看到安尼。有一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厝地，坐27个查甫甲5个妇人人，再来25担西瓜真啊咸鱼。来，我来查一下吼，荷兰人要伫佛罗摩萨办即个学院的即个消息，我看有啥物进一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佛罗摩萨青年学院就等于荷兰达土耳其代の台湾，这是 Wikipedia 日文版，日文版哦。这无啥好看，因为你日文版应该对应嘛是看会到中文版的吼。后来我查看有中文，诺多记分离伫倒位来遮？学院查看觅啊，Command F 学院。来，Wikipedia 吼写讲，1659年吼，台湾当局伫小人社创办新学院，小人新学院，
小人各位知影伫对无？伫嘉义吼，即嘛台南嘉义，以培育原住民师资学院采假宿制吼，就是爱带寮啦吼。招生名额是30人，入学年龄是10岁到14岁，无算成年啊，就是差不多即个初中尔吼。需要通过考试才会当入学。由第8任长官法兰索斯卡隆的后生叫做 Daniel 担任神学院的副院长吼。所以实际上这间神学院是有成立啦吼，毋是我想的讲无成立吼，有成立吼。所以有咧培养一寡即个学生啦吼。另外吼，迄个长老教会吼，基督教长老教会伫台湾吼，其实因嘛是靠安尼培养学生啊，一代安尼豆啊培养起来啊。到尾当然一开始是靠外国传教士咧传教啊，到尾就是家己长老教会家己就有法度，家己培养，家己毋免搁靠国外的即个赞助啊吼。当然嘛，是有不得已啦，因为迄当阵日本时代吼，就开始不得已，就只好安尼吼。好，过来，我读到倒位啊？讲有一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厝地坐27个查甫，5个查某，再来25担西瓜甲一篮咸鱼吼。对，我查到一半，我搁看卖啊。无啥物消息，关于的即个学院的即个资料，网络顶看袂解，无啥物资料通好查。我来讲，我最近伫个 Thread 顶头含一个少年囡仔吼。的讨论吼，是我先讲即个少年囡仔吼，伊应该是我无理解啦吼，伊可能对台湾史原来有了解吼。当然因即运的吼，因伫学校因学校的迄教科书已经教甲我即嘛才知啦，我其实真正拢毋知。学校的即个台湾史教科书已经教甲足深啊吼。但是伊的一个观点就是即嘛普遍啦赢的人的观点吼，就是讲恁对即个偏是即个实名统治啦吼，恁定恁嘛讲国民党实名统治吼，偏是实名统治恁对日本人吼，拢安尼食巴结吼，拢安尼讲甲安尼那敢若偌好拄偌好安尼吼。为虾米对国民党实名统治的却无共意？无，就是为虾米即个差别太多啦吼。OK， 这是头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讲，伊本身对实名统治拢是负面的想法嘛吼。认为讲实名统治就是剥削吼。不管你是啥物啦吼，反正对你的本质就是剥削啊，剥削是面对嘛吼。OK， 我提出我的看法吼，就是讲实名统治是毋是全负面？一定是全负面。伊讲伊讲有经有根有据啦吼，啥物这就是客观事实啦。实际上不论是学界还是讲吼，大家拢是知影讲，这已经是事实，这是客观事实，就是实名统治，就是剥削，就是对实名对人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欺压欺负压制OK， 我提出我的观点，因为我看安尼讲，我就无啥爱甲下面讨论。我讲你若是要用左派理论，所有一切负面
帝国主义或者是讲资本主义，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吼。按个观点来讲，就无法度通讲的。我就我搁含你讨论吼。也就是讲，我的看法是，实民主义其实你要看待，要看待实民主义，袂当讲一概吼，拢是负面来看待吼。我提出我的看法，我认为讲，实民主义对实民地会引带实民地行入去文明社会，其实是有贡献的。就是讲，伊会当甲不管是思想吼，就是软体或者是硬体啦吼，对实民地会当引带一个所在来进入去文明社会。其实这是实民统治的一个好处。啊，当然，一个实民主对迄个实民地到底是算好啊，算歹啊？值得你尊敬啊，是值得你甲配谈配烂吼？这还搁另外一项看吼，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绝对毋是讲，你只要是牵涉到实民统治，都一切拢是负面的，都是讲到实民统治4个字，就先拍100分才讲啊吼。我认为我是袂安尼啦吼，尤其是我伫咧，譬如讲我伫咧读荷兰人伫台湾的即个历史的时阵，其实当然咱知影伊来台湾的目的是啥，但是咱嘛看会着讲，伊伫咧台湾有做啥物代志，或者是讲，对台湾人的影响是啥物吼？一项去看。你讲嘿。特别是香港啊，伊就是因为捌做英国的殖民地，啊变做讲这个国际社会才会讲放心家做生意，因为伊的背后是有英国，啊变做英国嘛，甲伊的制度经营这种市场安怎运作，啊其实嘛是因为殖民地身份，啊背后因若讲。回归中国，啊，中国其实伊本地母国的体制其实就是有问题，变做即马落车，所以讲有时阵毋是讲殖民地就会互这落车啊，毋是殖民地就会兴，无的确是安尼，就是像宽讲一项来看以上。对啊，你讲到香港，我都形容我老家去香港是一个上好的一个例吼。其实香港人对殖民统治，其实伫咧，比如讲我所知影伫咧70年代吧吼，其实因是足反抗的，因嘛是有足侪反抗的代志吼。甚至譬如讲，香港人其实一直到97年进前吼，因其实用足强的即个。含其他人的即种连结啦、吼感情啦、吼迄种甜伴吼，迄咱拢会当理解，但是因一直到回归着时仔了后，因才知影讲因失去啥物件，就是我拄仔讲迄种文明性啦、吼迄种自由，或者是西方的一寡好的，当然。有人讲啊，你英国人就是因为要离开啊，才开始开放安尼吼。好啦，迄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其实英国人无迄个必要讲一定要甲香港送行吼，是啦吼。你若知影你去看，其实我无介清楚是倒位啦吼，就是九龙啥，迄则是用纸是新界啥，则是用纸。其实香港岛是永远的啦，伊会当永远的，占永远的吼。好，OK， 不管了吼。我拄则讲的拢讲了吼，就是安尼。好，咱搁继续来读啦吼。所以我对左派其实愈来愈有意见吼，就是讲你讨论代志时阵吼，伊拄拢先甲你，就是先立场上先徛在，再要含你讨。对，家己立场已经徛到，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吼无迄个讨论空间啦吼。好啦，继续。10月9号吼，1657年10月9号拜二，犹原是好天，微风对西方吹来。暗时啊，侪云雾，伊安尼写吼。
多云雨今仔日有8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这395个大埔人所在号码如下：111259斤砂糖，18800斤糖水，50860斤鹿仔肉，10197斤咸鱼，3224斤蚵仔。因为8只篷船所以这物件可能甲我做一个来算数量就多我手机也无电，稍等，我摕一下线来充电。1769斤虾啊，758斤鹿仔脚，330斤油，92斤冰糖，460道大马，68道麻芝麻1548担胡椒，又搁130道胡椒，85担大香木，10担酥木，5道泥香，20道木香，又搁3担木香，255道油豆，10担具体10道米，甲12道光骨流软的面布。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0个人载去300斤糖、2300斤糖水、40道大马5担大麻，也搁有一只小篷船出航去福尔摩沙南部，坐6个人，6个大埔人载去下日的号码：10担盐、10担米、5品面布、5个大饭碗、3桶糖水、2罐烧酒。OK， 我拄仔袂记讲荷兰人伫台湾统治，或者是应该安尼讲各位毋通认为讲荷兰人伫台湾统治拢大善人拢做好，其实做歹嘛一堆各位咱斗阵读过的因尤其是咱就一开始读即个日记，拢讲伊写讲伊去倒位去屠杀迄个砖头，各位阁会记得，迄是规个砖头放火烧掉，你就知影迄是足恐怖的代志足悲惨的嘛。你对即个原住民来讲，规个砖头互你烧掉，互你等于互你规个灭去，你知影足恐怖、足残忍的代志我讲一项讲就是讲荷兰人当然有讲有过毋是讲我今仔讲荷兰人绝对拢是好的荷兰人，你看伊刣即个金沙岛就是即马叫做啥？旧名拉美，即马叫啥？小琉球岛。各位小琉球岛本来是有台湾原住民就是本来住伫遐迄原住民，规个灭族咧，规个甲你无拢刣死啊，就是甲你囡仔啦、妇人人拢甲你刷走来，甲你有诶，甲你载去即个印尼遐做奴隶大埔载去做奴隶啊。我已经袂记查某人甲妇人甲囡仔到底后来安怎处理？咱知影讲伊甲你载来即个台湾本岛遮嘛规个拢甲你规个灭去即种代志伫咧，毋是敢若伫台湾荷兰统治我所知影，比如讲伊伫咧迄个香料群岛遐你若我较早捌小解讲，我有写一篇，伊伫咧香料群岛就是安尼，伫咧迄个啥迄个岛叫啥名我都袂记规粒岛就是相款是都若敢若对拉美相款，对即个金沙岛相款，都是安尼做法的好啦，讲到遮啦过来咱继续看啦。10月10号拜三台湾是一个经历过400年殖民统治的所在对自历史开始1624年一直到即嘛，到即嘛就好啦本身迄种，你本身是即粒岛伫遮生根发展，这是你永远会厝的迄个心态，其实并毋是大家拢有各位应该理解包括我较早嘛无啦我所以无是因为我本身当然我家己本身的即个人生的过程啦就是讲迄种。这是一个无安定的岛，这是随时有可能会搁去互别人甲你占去的所在，即岛，迄种心理是足重的。伫台湾人其实心理即种心态是足重。你若去问菲律宾人，伊可能想拢袂想到即样代志。当然菲律宾嘛是捌去，嘛是长期即个殖民啦但是我无记，我有机会再含是菲律宾人开讲，我再甲问看觅，因迄种。
对因所处的迄粒岛的环境的迄种无安定感，敢有遮尔重？像台湾人遮尔啊重吼。OK， 10月10号拜三，微风对西南风吹来，舒适的天气，暗时啊安静无风。昨昏有3个佛罗摩萨人因为偷窃被派去佛罗摩萨地区的代表，伫个普罗宾西亚宣判2个判决，其中有2个人被判关入去监牢，其中1个关2冬，另外1个关1冬。第3个人该鞭拍，这2个人这2个判决今仔日伫个佛罗摩萨议会被认可同意。台湾被荷兰统治38冬，大清250冬，200几冬袂记啊吼。日本人50冬，国民党怎啊780冬有啊吼。菲律宾敢若去互西班牙统治，就统治敢若超过400冬。我是无去查人，我含一个较早菲律宾同事开讲，伊讲我讲对吼，恁较早是西班牙统治迄殖民地吼，啊偌久啊呢？伊讲几啊百年吼，敢若甲我会记伊甲我讲400多年吼，我迄阵听就惊者，哎哟，恁互殖民统治400多年吼，啊所以迄个西班牙文化伫个菲律宾的影响是足大的。你看，譬如讲因的，你听因讲话就知，因若你讲I'm going to台北，可能西班牙语迄种发音方法。因的语言啦吼，文化啦吼，譬如讲因是旧教国家哦，你看菲律宾其实是天主教国家，就是旧教国家吼，信天主教吼。菲律宾结婚袂使离婚哦，要离婚足麻烦的就对啦吼。啊，我会记我当阵学西班牙文，我就踮仔念吼。我煞袂记什么 lunes，miércoles， 就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啊吼。啊，我有菲律宾朋友讲，这就阮的讲法啦，拜一、拜二。我讲我即满，我讲我这是西班牙，伊讲哈，原来这是西班牙，伊佫毋知哦。所以迄种影响是伫足深的，家己本身都毋知吼。比如讲，因问好讲，因嘛是会讲 Buenos Dias 吼，但是因甲简化去吼。我咧念西班牙，伊说哈，原来这嘛是西班牙本来吼，伊拢毋知影。OK， 我讲到遮来，我意思是讲，譬如讲，印尼嘛去互荷兰统治几啊百年啊，我无去查，毋知几年，足久诶吼。但是你敢会感受到讲，印尼人对荷兰人，或者是讲菲律宾人对西班牙人有迄种足变态的心理？我感觉就袂啊，人几百年的统治就无迄种变态的心理哦。为什么？譬如讲，特别是新加人、韩国人吼，心理就足变态，我就无度理解。好啦，讲到遮，讲伤超过啊，已经9点过9分好。1657年10月3号，10月10号。拜三讲了，10月11号拜4，今仔个开讲，本来想要紧甲读了，1657年今仔给他读了。10月11号拜4，顶面伫本国个8号提起讲要通过做崩仔的制造者、社区的制造者，甲其他制造并且贩卖大娘型的人出卖。崩仔、笑娘器等等大娘型，除非即寡大娘型事先经由大娘型检验师检验合格禁令，今仔日用荷兰文甲中文伫此地各处来公布。要游玩是好天，下晡有凉风对西北风吹来，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5个大波，再去下日的好31379斤糖，4500斤糖水，1193斤落婆，220斤油，47袋油豆，80袋麻芝麻，5袋大马，530袋胡椒，160担大香木，10担木香甲一寡杂碎。10月12号拜5。上午，即个城堡会法庭开庭，天气还真好。下晡有凉风对西北风吹来。10月13号拜6，同款的天气甲风，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1个人，再去下日的好门，7984斤糖，5000斤糖水，3766斤鹿仔肉，24袋麻芝麻
20度油豆840担胡椒，30呐具体，10呐下米。10月14号礼拜日，大蒙的天气，下晡还阁咧透西北风，安歇咧敬拜主，有一只荷兰船对北边落来，但即个港岛头前停泊，看起来应该是对偏湖来的便船船 Hilverum 号。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此地坐93个大埔，再来下日的号码14锭黄金，50担盐，145包薰草，8900倒醋虾，7捆粗纸，16倒茴香，22担铁，290捆稻罐，又搁800个稻罐，9包面布，又搁270片面布，6倒小米，3倒豆仔，2倒药草，4罐咸鱼，甲400空的三酒罐。有一只小篷船对偏湖来到遮，坐19个大埔，甲一个富人人再来10呐鸡，8只山羊，2只猪，3担丝鸡，甲12罐鲜仔的食品。特别对偏湖来，拢载一寡精鲜啊！10月15号拜一，天气如同昨昏，下晡透北风，便船船Hilverum号昨昏对偏湖来到港湾，今仔日入港，对停伫偏湖的快艇布号载米来。偏湖迄边状况一切拢算好，也有2只篷船。我定来读到拢袂记讲，其实偏湖无算是荷兰的殖民地哦。但是你感觉那偏湖那敢若荷兰的管区哩嘛吼？可以讲偏湖迄边的状况一切佫算真好吼。也有2只篷船对时仔顺利来到此地，坐112个大埔甲23个富人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45担盐，42捆粗纸，37包鲜仔的薰草，1000倒醋虾，160名草树，20匹面布，3倒豆仔，2个糖膜啦吼，糖末你画糖的吼，1担面粉，画甘蔗啦，毋是画糖啦吼，溃甘蔗吼，应该叫溃甘蔗吼，1担面粉，12罐咸鱼，1裤大的鱼网，应该是讲1领大鱼网，甲5支条啊。即挂人早消息来甲阮讲，迄个时仔大官郭姓爷带领伊的军队，军力约大细篷船3000只，离开厦门，哇，3000只船呢吼！当然是伊即卖讲来看，迄船算拢细只船啦吼，但是3000只嘛是不得了吼，3000只船吼，离开厦门对水路去福州吼。去到遐约3天了后，收到一个名叫做考散的真有关系官员对南京寄去一张批。这个人伫咧南京踢探政府，就是大清政府下面担任海军总司令，旗下约5000只便船船吼。伊寄这张批甲郭姓爷讲，伊非常仰慕郭姓爷，如果郭姓爷南下攻击浙江省，伊将会归伊指挥。当作奋力去攻击，甲公处的地方归属郭姓爷统治。因此，这个郭姓爷就改变计划，带领伊大部分的军力，坐着篷船离开福州。如所讲的，去攻击浙江省的一个大都会，叫做台州还是要州？伫上述迄个海军总司令的增援之下，夺出了这个城市。3队呢，他谈人就是大清啦吼，一个金银吼，都趁着机会吼，夺回伫咧福州河边迄个真坚固的城堡，叫做南台啦吼。这互郭姓爷惊吓失措，赶紧带领大军退回厦门。上述夺取的所在，除了固守要地之外，其他所在就拢放弃。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如何有待时间分晓。
这我嘛毋知啦吼，到底是讲真诶假？但是咱知影讲国姓爷其实伊当年有带兵北拍去，但是即摆讲是南拍即工线吼。好，咱继续看。因也甲阮讲，官员炸牙派着一只胖船载着商品对厦门要来取缔，但是伫片湖遭有船难，不过大部分的货物被抢救起来。有几张该官员要寄来取缔，互阮的批和其他的批拢遗失去。可敬的福尔摩沙议会今仔日召开会议，伫会议中，搁再斟酌检查派翻译员何斌两次去西纳即个费用哨单，然后决定其中有800里的净礼，送礼物啦吼。被认为是讲无应该开销的，所以爱对总开销的金额5721里尔扣除吼。哦，这荷兰人就好算的，各位咱读这，咱读这日子，咱知影荷兰人就好算的吼。哦，迄个河滨安尼，算已经达成真好的即个成果啊！吼，河滨若无派河滨去，可能陈成功国姓爷到当个无愿意开放吼，开放即个通商。结果呢，代志成功了后，其中甲你晓得个斟酌甲你查吼，一条甲你看，讲其中800里尔，无应该开销的，爱扣除吼，对总开销扣除，所以还阁只需要补偿788里尔，互伊，就是本来要互伊的钱，其中阁甲扣掉一笔吼。哦，实在是要趁荷兰人的钱，我恶趁吼，真正恶劣。下设商务员 Bloomer 已经有一段时间兼办出纳甲军队校铺的2份工作。各位，你若有机会接触荷兰人，你再看，你再观察一下吼，看是毋是最合算的吼。下设商务员吼 ，Bloomer 已经有一段时间兼办出纳甲军队校铺的2份工作，因为现在贸易剧增吼，就是即马贸易的量较大吼，大增加嘛吼，咱拢看会出来吼。我最近定咧念校铺嘛吼，敢若是出纳的工作都已经有够伊无用，所以伫伊的要求之下，改除伊军队校铺的即个工作。另外派下设商务员 Paulus Davids 担任即个工作。今年赤坎农队的球仔的11岁的发博大会，确定伫11月初1，即嘛是10月15吼，半月里后，按照营年的方式来举行，并且要发布有关的告示。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和片湖，坐95个人。载去下列的货物：5800斤糖水、3906斤糖、141斤鹿仔肉、50袋大马、1650担大胡椒、900担大香木、60担盐、40担木香，甲15罐 Resemme 的芳水，是一种真素，这是读做真吼，查一下。真的是真书红加一个目字边吼，读做真吼，真树名为生碎粒子，亲像栗子，甘真吼，另外一个名啦，甘真。我来查一个真树，看一个相片。哦，伊个籽真正是像栗子，还是本来就是栗子，我毋知。真树是一种落叶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属伫花木科真属
上定定生长伫海拔200米到1000米的山地阴坡，就是山坡，但是是较无曝日的迄种吼。伊的果子被称作金珠，是世界4大坚果之一。果仁就是伊个果子啦，对迄个仁和迄个金珠，味袂歹吼，味真好，会当食，会当煮，会当揢油啦吼。我讲揢甘蔗，但是毋知讲揢油无，煎油、炸油啦吼。真木真甜吼，定定做器物或者是做乖啊。安尼讲我嘛是毋知啥物是叫做真木，看着都毋知，看图佫看袂出来。看袂出来，毋捌看过。好，来继续，看一下时间。个7分钟，10月16号拜二，被对阵 Hilversum 号来停靠站桥来停跨站桥落雨，早起真点钟。下晡对北方吹来凉风，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做71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再来152捆粗纸、9捆书写用纸、105个铁的饭碗。40担盐、2担油、65包鲜奶薰草、24篮粗大的杯仔、50领草尺、70斤钉仔、500袋醋虾、130匹面布、15罐咸鱼。10月17号拜三，下晡有强风对北方持续吹来，迄只 Hilversum 号还阁伫咧落雨。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海来到此地，坐82个查甫甲1个妇人人，再来下日的好物，240包 Breven 西南薰草，240包西南薰草啦，伊个单位叫做 Breven 吼。35个铁饭碗，30篮粗大的杯仔，150捆刀罐，6包面布，30斤地米，60领草尺，30领毯仔，40领鲜奶丝袍，5000袋醋虾，13匹鲜奶姜蓉，5罐老酒，30罐咸鱼，4斤半丝，2袋豆仔，甲1包草药啊。还有一只帆船对平湖来遮，坐34个查甫甲2个妇人人，再来6担西瓜，15罐咸鱼，5篮粿，9只山油，3只鹅，阮讲鹅啦吼。平湖来拢无法失望吼，特别拢有载一寡精神。10月18号拜四，哇，剩5分钟，好长的呢。好啦，5分钟来读看觅发生啥物代志吼。我本来想要开讲节目，继续读。10月18号拜四，也是同款的天气，甲风无改变。变落迄阵 ，Hilversum 号落雨完毕，并且开始咧装糖。阮收到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先生对南部的麻里寄来一张批，主题是昨日写讲。普西布社的人无偌久进前，含雷文社人相战起来。即嘛，阁有读过加龙公案含加之来3社的人加入因的阵营，对付上述雷文社的3个居民，甲因拍倒剁下因的头，互相敌对起来。因此，即个 Norden 拍算伫咧最近有机会要亲自去加勒洞社吼。伫遐要调遣来文社的人，加勒洞，我查一下加勒洞。加勒洞是，或者是汉语当写加乐洞、加入堂吼。加勒洞社是台湾历史上捌存在原住民排湾族社群，是伫咧打屏东县邦山乡加乐一带啦吼。王家英认为讲，荷兰文献记载的加尔德曼、加尔达人、加里东人、加拉东人，都是拢咧指即个社群吼。清治文献又搁记载做
加勒东社吼，加勒东好，即嘛叫啥所谓邦山啦吼，屏东县邦山，我查一下屏东县邦山伫倒位？哦，伫个好，我了解，就是你若要对高雄要去垦丁吼，你会经过即个海边啊尔吼。好，加勒东。伫遐条件来文社的人帮咱上水迄寡村社的人，搁再和平相处起来。然后就是迄个 Northern 吼，政务员 Hendrick Northern 的拍算要做代志吼。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搁再派一个山区语言的翻译员去带伫个来文社，以便会当含该社含迄寡山区的村社经常来往交通。伫咧海边啊，迄寡村社的人对鲁木社的人抗议讲，该社的人甲因的各种活动甲状况，甲距离该社两里的所在迄个敌人绿里社的人讲通报因啦吼，所以来抗议啦吼。地交因定定被迄寡敌人拍败，因此因要求禁止上水迄寡鲁木社的人。就是四过头嘛吼，四过去共廖白啊啦吼，讲禁止即个廖白啊鲁木社人含其他的村社来往，违背禁令者应该被处死或者是被攻打。所以，阮就写批回复即个努顿讲，因为努顿是政务员伫遐接对即大家斗来斗去吼，就回复即个努顿讲，伊应该亲自去加勒东社去，互迄寡村社的人恢复和平相处，也应该派一个翻译员去带伫来文社去，互迄边更较安宁起来。关于迄寡廖白啊鲁木社人吼，爱先经过因不得出卖阮友好的村社，甲因的消息去透露互即个绿里社的人，爱和该社人保持距离，啊若无因就将被看做是可恶的敌人来被攻打等等。下晡，阮看见有一只荷兰船对北方即边航来。暗时啊，即只船队来入港哦，是大鹏船 Apple 本号，是顶个个929号载着病人、伤患以及为着军队所载去迄寡无法度经由陆路搬运的粮食，对淡水出航去新港仔溪。听候迄寡军队伫遐看着军队，将迄寡需用的粮食交互因。又搁接上一批病人了后，伫本国个15号对遐出航前来出队。当做拄则这落长吼，实在看无啥为你写啥吼。就是因是对淡水出航载一寡病人啦、军队啦吼，以及无法度就是一定爱用行水路一寡粮食啦吼。啊，去到新港仔溪伫遐听候迄寡军队，伫看到迄寡军队将使用的即个粮食交去互因，算载即寡粮食是要互迄寡军队的吼，交互因了后，佮接一批病人了后，伫咧本国个15号就对遐出航前来出队吼，伫新港仔溪出航。来即个台湾遮，台湾就是安平遮吼。当初转来军人有100外个病人甲伤患，阮遂下令甲即寡病人甲伤患带去绿江吼，就是互因就起山了吼。有需要人送去病院，其他就送转去因家己各自的单位，伫咧上帝帮助之下，互因恢复健康。即只大鹏船就 Apple 本号吼。船长交一张地方官兼间谍指挥官 Frederick Skiddo 先生，甲伊的义伙，即是迄个淡水的长官啦吼，甲即个淡水议会伫咧绿里社所写，这是南区啊吼，所记毋对。好，来继续看，速期本国个15号的来批互阮。批你甲阮讲，因所做的快艇，即足奇怪，对淡水来为虾米早一张批是对南区议会来？我是看毋对是安怎？批你甲阮讲，因坐快艇 Z 航号甲避雷船 Water 号，伫今年9月10号对此队出航。我会超过时间。大鹏船 Apple 本号倒后出航，分别伫
同个月13号甲14号拢顺利到淡水，伫遐看到商务员本事，对遐听取迄寡叛徒的状况等等。伊调集该地区的各社长老，包括有线和无有线的村社，除了 Pillion、Robin 和哪社的长老缺席以外，其他各社长老拢来出席。其中有一寡长老因为因无真顺服而被责备，其他长老是因为因的良好的表现而被讹落。就安尼，又搁互大家拢坚定对公司的顺服，并且和公司来紧密结合。此外，并无发现有偌侪人像迄个已经过身的主管所讲的遐尼啊严重的犯错哦。就进行即个淡水主管过身啊，伊可能进前有讲，即只村社算歹治理就对了哈。首先，安尼调集了即寡长老了后，就第二次调换上述拒绝出席的迄寡村社，就是 Billion、Robin 和哪社的长老，因毋来，还佫回话啦，讲因话讲，因毋惊阮，因会用强钱来听候阮。即个电官兼政地指挥官 Frederick Skidle 吼，经过商议了后，就带领军队去上述迄寡叛徒的因的一大个所在，甲因的残野、丢残野。因发现迄寡所在，伫个又搁悬又搁夹的即个山顶的即个树林内吼，森林内底，会当讲是无路通好去搬去吼。距离淡水约5点钟的路程吼。各位，你想看嘛？是伫倒位？伫北部嘛吼，啊山搁悬搁夹嘛吼，已经应该是较内陆啊吼，无路通行嘛吼。距离淡水甲5点钟的路程，但是这是较南边呢，还是较东北迄边，我就较无介清楚了吼。因伫遐被敌人用钱来射吼，地到伫2点钟内，2小时内就3个人被即个箭射死，10个人被射伤。毋过到了山顶了后，我头先袂记，就是迄个 Frederick Skidle 用带兵要去征战了，对啦。结果路遮歹行，又个好。到了山顶了后，就伫一道平地顶吼。拍走迄寡敌人，并且将因伫个残忍的即个切门吼，因的即个农作物来甲毁坏吼，甲毁坏去，将因的徛家烧掉吼，甲因的厝烧掉吼。荷兰人你看，各位咱拄则讲过，之前咱已经看过，咱伫个即日志一开始就已经看过因大村吼，规个村砖头。安尼放火烧掉吼，这互因吼犹阁受苦咯。对方偌侪人伤亡，阮毋知。伫咧平地上，我近迄个碉堡后面的哪社也用即种方式，甲因的厝拢烧掉，甲因产业的农作物甲伊毁坏去吼。啊，悲惨吼！我定定读着这，我就感觉就悲惨吼。并且伫遐掠着一个煽动者，歹势我今仔日读超课，但是我要甲读了吼，因为这看诚侪故事。并且伫遐掠着一个煽动者，伊嘛是带头叛乱的主脑，甲即个人伫迄个碉堡头前当众斩首，甲伊的头壳插伫一支竹篙顶头吼。伫咧该淡水河对岸的北里分社甲南坎社的长老也被调换，南坎社的长老来了，但是北里分社的长老拒绝前来，因此该社也被烧成做灰烬这是读做烬哦，我查一下吼，灰烬吼。对，读做烬，我又对了吼，烬第7条吼，
因为有边读边嘛，无边家己编啦吼，无边家己编啦吼。真吼，花真，真就是和夫好烧了的米吼，和夫来写和夫好烧了的米吼，关系读好。对好吼，摕出的茶嘛，拢叫做真吼。春的物件叫做真吼。另外一个音叫做新吼，好烧春的叫做就是真甲新拢会读会使啦吼，可能是一个白音一个文音啦吼。白音可能是新吼，因此百里婚虾嘛，烧做和夫啊吼，百里婚吼，古月百里婚伫大理台北无介远吼。开始发生即个骚乱的时阵呢，杀害荷兰人和希腊人的两个凶手，即时被南崁社人主动抓来交五方交阮啦吼，即两个凶手也被斩首了。后来五方的人南下的时阵也捌去过即个村社，应该是指南崁社。看到该社的居民拢毋肯为五方的人服务，因此五方的人也甲该社烧毁坏规个我个烧做好武器啊南崁社、百里婚社拢烧去啊。南是因及时来问好求饶社表示以后愿意为五方服务，因的纠缠也一定会互阮甲因烧规拢烧毁坏去。即个村社是一个强壮巨大的村社，就南崁啊为因邻近村社的人所惊吓，然后对因会惊，因为该社真有权势，但是现在用即个方法，互因屈服，变甲温和柔顺落来，并且和公司搁再一次结合起来。对南崁社对遐南崁社遐，伊带领了军队继续德惨社行军过来阮新竹要说啊即个德惨社的居民，伫咧1里外，就已经举了白旗来迎指引啊是德惨社较巧啦举白旗直接来投降。进入该社了后，就因举出迄寡无服从的行为。应该是就甲因诶摕出来点就对啦，讲因无服从安怎因对即寡行为答复甲真有道理但是人德惨社搞讲话搞牵拖，因此呢，若无被处罚，毋过也是被严厉来训斥就是勒骂啦勒骂，完了甲因大声嚷就对啦也被接受做公司的名友虽然无被处罚虽然甲骂过，但是也是被接受做公司的名友。甚至呢，因被南崁和其他南崁村社的人所控诉的，因施压的暴行，也拢变成轻蔑无罪了算南崁社人捌来喊甲因斗过讲，即个德惨社对因施暴，结果安尼等到南崁社去互烧甲变好，德惨社无代志。后面带领60个士兵驻守淡水甲鸡人的中尉吉利斯保文斯，为了要增援军队，同齐去到德惨社，有定要对遐转去驻守的所在，但是遐的代志办煞了后想说也买一寡讲完，无啦，迄我后面念的办煞了后，荷兰人命令伊继续留踮咧德惨社数工，以便观察德惨社人和历史社人中间的关系，要看讲因互相之间如何对待。所以历史社毋是南区村社是北边北部毋知啥物所在，我查者因为我南区就是高雄遮啦打狗遮一直有一个叫做历社历社所以我想讲是毋是即个社，结果毋是历史社。那个排湾族历史旧社排湾语，
是伫咧屏东县春日乡北部六里山东北侧的排湾族古老部落。这毋知是翻译的是倒位出问题，分毋对去吼。以便观察德参社人和力里社人力是即个村里的力啦吼，力量的量，力里社中间的关系。要看讲因互相之间如何对待，就安尼，因就派迄寡德参社人做担夫啦吼，当做去即个力里社遐。当因去到迄条力里溪边的时阵，有几百个遐的居民出来亲切欢迎因，但是迄寡德参社人却迄角所有的物件，拔腿逃走吼，就是迄角物件撇来紧走吼。虽然因真好先来劝因留落来，就是即个历史吼，因也是拢逃走，因此五方的人就带领70个选出来士兵甲一寡历史人，当日就转去德参社，因为即个明确的理由，就放好烧毁该村社，并且将前来抵抗的人杀死。我真正看无为什么德参社安尼，就叫人无理解。好，伫咧即个战乱当中，五方有一个下士阵亡，另外有3个人着重伤，而对方迄寡叛徒被拍死50个到60个上强壮的人，因为即寡恶徒吼，即个恶棍歹徒啦吼，对历里社的人的恶意谋杀，已经受到神特别安排的公义处罚吼。OK， 所以是安尼吼，算德参社人去杀历里社人。捌犯过即代志，还是安怎啊？结果看到历里社人惊着走，是毋是安尼哦？毋知好，所以当五方的人继续去到历里社的时阵，伫遐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用新鲜的食物来款待，然后几个伫咧大架溪的村社的长老来到历里社，五方的人主动提供因应尽的服务。但是历里社到底是伫对我到当也毋知吼，佫有历里溪，这明明伫北部啊！我即摆看网络顶个看会到的即个资料，拢是讲伫咧即个排湾族伫南部春日乡，奇怪，好，继续。以上是因直到迄当阵所做的代志。万能的上帝如此慈悲帮助阮出征的迄寡人，伊是应该永远被称颂，也祈求伊带领因早一日转来到此地。不过，互人遗憾，有遮尔侪精良的士兵为此来倒伫即个病床顶，其中有2个人已经死去。不过，一切拢是上帝旨意。阮希望伫即个期间，上帝也会来医治因，互因恢复健康。上述即张片的详细内容会当对收信铺看到。快艇2号号以及变对船 Watcher 号，伫9月23号对淡水出航去过人，要去遐装吐炭，再转来遮。有一只航船对平湖来到此地坐30个查甫甲3个妇人，再来10包鲜奶薰草、9捆粗纸、20包面布、20袋茴香、12罐咸的海螺、4只牛。好。10月18号读煞吼，拜四今仔读到遮吼，今仔头一道读超过遮久吼，超过14分钟、15分钟。可能有一道嘛，捌读超过遮久啦吼。好，感谢各位啦吼，马文 Jordan、电影兄巴比3吼，个 Wino 欢迎恁啦吼。我知影读这字其实吼，毋是介趣味的代志啊吼。咱即个读即个咱家乡日子吼，读几档甲有啊吼，而且吼是读甲一寡朋友走去吼，一寡读者啊拢无去啊。咱后我看要读甲煞，可能爱佫几个月啦吼，无定读甲热天到吼。到时阵再看要来读对一本书吼，我之前拢有讲要读什么，这个敢若拢袂记。好，
爸比，你有想要读什么字无？你敢有用？还是你无用，无遐度讲话？有啊，我即摆有用啊。安尼哦，你有想要读什么字无？我无特别啊，就是听阿公读的，都感觉足趣味，因为你读，讲对啊，因为你读册毋通读册啊。我都会使学着足侪，因为有当阵咧伫遐细细念嘛，要是讲查找啥物资料，我感觉足心事足好耍诶。确实就是有影会使学着足侪。一开始我就看着阿关诶思，就是讲学着阿关诶思考诶方式。你咧学即个字词，还是讲对啥物有一个疑问，还是讲你已经知影明白一寡知识，安尼。结合起来安尼思考，这对我来讲就是真趣味，搁真好用的学习。对，这个技巧，真多谢。真感谢你捧场。啊，三年你有想要读什么字无？有写着无？有台湾历史，毋过有台文版的宝宝三本，阮当地找伊册名。哦，安尼哦。嘿，毋过伊就翻做台文啊，就可能较无挑。来，你稍等下吼，我遮其实半套即个中文的文献啦吼，叫做叫啥我都袂记。我迄个纸溪都袂记诶，我迄钱都才袂记诶，大家。我若讲想要，有一个是叫做道理宣言，有一个网题演讲稿。演讲稿。佫是有翻做台文。哦。即个台湾文行吼经济研究社吼，因有出版一套台湾文献总刊吼，因为这万百年前出版的，我看嘛，中华民国47年吼2月出版，我有半套伫遮。啊，这伫咧网络顶找会着吼，全汉文啊吼，全是汉文啊，当然是迄当大清的时阵上侪，我看印象中是大清的人所写一寡官员所写的。但是吼，我毋敢读这啦，讲实在，这无适合啦。这读了，大家走了了吼，困甲大家困甲拢咕咕叫，无适合。我看嘛，佫有啥物？另外是我较早捌订的即个台湾风物啦吼，杂志我遮有几本啊。较早我订阅即个台湾风物。好啦，不管啦吼，就是讲你若有兴趣读啥物字吼，甲我建议一下吼。或者是其实我订一逝还是订2逝？订一逝转去台湾的时阵，我有去迄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嘛吼，我有载几本仔纸转来，我看卖啊吼。南台湾大查手记吼是啥物人写？Charles 李先德吼，被围五的台湾就是归伊嘛吼。要读嘛是会使，其实我有咧看，但是甲你看进度较慢吼，大家看。好，要读嘛是会用的。好，咱先甲即个两家写日志先看了，以后再讲。啊，感谢各位，我来关房咯吼。多谢阿关，多谢大家。